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菩提迦叶弘法之旅，返回达兰萨拉；赫尔西金人权基金会举办中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与西藏人权状况周边会议；第12届亚洲佛教和平会议授予达赖喇嘛尊者世界佛教最高领袖荣誉称号。司政边巴次仁对欧洲4国和印度南部展开访问。首届台湾藏传佛教论坛在新竹玄奘大学召开。2024年达赖喇嘛尊者教育品格智慧篮球营在台湾南投拉开帷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圆满结束对印度锡金邦、西孟加拉邦和菩提迦叶以及首都新德里为期1个多月的访问行程后，于上周一1月22号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冈格拉机场，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和达兰萨拉各界民众的隆重迎接。在达赖喇嘛尊者从冈格拉机场前往达兰萨拉勤宫的沿途，数百名印藏民众手持哈达、鲜花和藏香，排着长队迎接尊者返回达兰萨拉。在访问菩提迦叶期间，达赖喇嘛尊者向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开示佛法、传授灌顶，以及接见印度政要等，展开了一系列活动。此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上周二1月23号在日内瓦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第4次普遍定期审议前夕，总部位于波兰的赫尔西金人权基金会在联合国大楼举办了一场名为“联合国对中国的人权普遍定期审议与西藏人权状况”的周边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去吉、西藏行动中心主任哲通拉珍以及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研究员布琼次仁出席会议，并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也透过视频向会议致辞。他指出，中共当局持续对藏人实施非人的虐待，并且在过去数年里对西藏实施汉化政策，以及将上百万西藏儿童强行送入国营寄宿制学校，计划从根本上消除藏人独特的身份。乌兹拉泽亚对中共的行为表示担忧，同时特别指出中共当局无权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务。与此同时，第12届亚洲佛教和平会议于1月17号至18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大会一致宣布，为表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毕生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加强人类一体性理念所做出的努力，授予达赖喇嘛尊者世界佛教最高领袖的荣誉称号。印度副总统加格迪普·丹卡尔和印度地球与科学部长基伦·李启珠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来自蒙古、俄罗斯、韩国、老挝、孟加拉国、日本、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不丹、尼泊尔等17个国家的200多名佛教上师与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此次为期2天的会议讨论了在当今世界如何透过佛法来阻止各国间的战争与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等议题。大会还通过决议，反对任何政府、团体或个人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务，并且宣布将今年的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定为世界慈悲日，以纪念佛陀和尊者的核心教义。达赖喇嘛尊者在致给大会的贺函中，对亚洲佛教和平会议采取举措，提高人们在亚洲和更广泛的世界推动各宗教间的和谐，促进世界和平的必要性的认识，以及为加强佛教文化和价值观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
另外，藏人请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从上周1月22号至2月18号，对波罗的海国家芬兰、英国、比利时和印度南部进行为期3周的访问行程。从1月24号至2月1号，司政边巴次仁对爱沙尼亚塔林、芬兰赫尔辛基、拉脱维亚里加和立陶宛维尔纽斯等地进行访问。随后将前往伦敦参加华为经济峰会，并于2月2号至3号会见英国政要，以及向华为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此外，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指导下，台湾玄奘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藏传佛教研究中心和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及台湾国际藏传法脉总会于本月18号至19号为期2天，在玄奘大学慈云厅联合举办了首届台湾藏传佛教论坛暨台湾藏传各中心第1届工作会议，探讨藏传佛教在台湾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玄奘大学藏传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释照慧法师，以及玄奘大学董事长释信广法师、玄奘大学校长简少奇、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刘允光、前西藏台湾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翁世杰、福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郭基瑞、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潘美玲、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班导师丹增南卓仁波切等驻嘉宾和代表，先后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及发表论文。在此次为期2天的论坛中，上述与会人士讨论了藏传佛教在台湾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并就台湾人民的意愿邀请达赖喇嘛尊者来台为题展开了讨论。在全体与会人员经过2天议程的聆听与分组充分的讨论后，共同达成4章18条的共识，内容涉及不分传承的藏传佛教共同推广的活动之议题。各藏传佛教中心提高精进修行教学，并能使彼此间更加团结合作方面，年轻藏人学习和传承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方面，以及藏传佛教如何更好地服务这个纷扰的世界等。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指导，台湾国际显藏文教慈善总会主办的2024年尊者教育品格智慧篮球营开训典礼，于1月20号在台湾南投县立国信国民中学举行。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出席开训典礼，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的近况。出席篮球营开训典礼的嘉宾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南投县国信乡乡长、南投县立国信国民中学校长、台湾国际显藏文教慈善总会创办人丹增强曲法师、慈善总会董事会成员及赞助商。此外，来自台湾南投县立国信国民中学、南投县立国信乡各国民小学和台中市立中民高中女篮球队等学校的70多名12至16岁的学生参加了本届篮球营。据了解，组织2024年尊者教育品格智慧篮球营的目的是为了弘扬达赖喇嘛尊者崇高的慈悲理念，引导学生接受基本道德行为和世俗道德的教育。主办方为此项目捐赠了20万新台币。作为为期3天活动的一部分，参与活动的台湾学生接受了感恩、晚间祈祷和冥想的训练，其目的是在儿童身上播下慈悲与利他的种子。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